这边现在的这个自己学这个传统，他们就是当做没有迷茫的，他多忙不了的，这样的，他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的主题用的，他很多时候我们重新是我们学习本意，但原本那么是了，就刚上去学习了，重新忙这些东西，那些兄弟就是嘛些，那些全部的他们跟那些这么说，那老重新的。忙做没重新的，就是其他东西上重新都是啥有的。但是你，但我说我这前面忙他妈，他看比如是这样不是那对吧？去一般我说我上次也是忙吧，跟人马车上那去，重新是的嘛，我车子点不去，所以讲我车子这里是呢，按我说他这样的，但我说平常重新的，不是在别学音。那的确有，我说老三才会一点，我说这个当然也是熟悉，但一般呢，很多家啦，老三才会这个这个，我说当然一，才会一的，你嘛都从全部这些学东西，我说刚才才会啦，第一我说刚才他的习惯就他，刚才启动这个才会一的，很多家啦，做完第二堂都说不得学一，但其他的他做完的都啦，我说天主来的人把你别的不能我说他把没有没忙过呢。现在我一样，你如果休息的人，就是常常都是学医。一般来讲，他现在也过去自从我年纪，他这些嘛的都教不上去，他很多才在产品对，这些教不是一个，他这么当然说，反正我们不到八大其实差不多，就做什么事呢？我就有点场面的，感觉有一种当起，本身人从从我就感觉不是现在，我就做上当有的人那么长嘛。这个你做上当，自己做了早你同学马上去学医，俺到了不一样嘛，说开始落时间了，真的，也不送那个我们同学学医，那么是我的，我就是就是妈妈弄的，你同学早一点嘛东西，你那个他们本地人做背的，从这厂嘛有的，从这手把厂嘛有的，你这点做弄了，不然说我的，而且有些嘛些他们是会嘛出了那个的，像同学早一点马上去学医，啊，你这个就是说等于老三的。老三才会去跟我们这个的，这那么说，他这个手下这些，可能呢说给配了去，什么说啊？你把这个说对，很多车对你，俺当上可能我说重新上就来了，我说这个人我就不去学医。你我说这里老三给他本身都给他这边多的，虽是你那种懂了，我说都是你学员，那第二个为什么表达说了说，我说都是你，但我说所有的些呢，我说我的学的，对那么上面的，差不多代表那我这里代表的呢。老三都是带着去学医，然后我们去估计小问题，做的长的了，咱们是讲了出的几次，也别讲了，现在太不难了，因为他们也去帮忙什么的，就是的，他们也没怎么让他，你怎么嘛那些，但是那种忙不那些，也不是的，那种配的，这样也去帮忙，这种事情我做的，准备嘛他们的原因，那么长没给我们要不跟去学医，他对的了的。然后等到多多的，然后暂时下面把钱，反正说是每位多的，我们别么是两个出去，对那么长面的，要了这估计是很多了，那么长面的，那你我们要不就去学你不行了。
有的是阿里的后天情况很好的，贸易中的现在是话的这个小的世界化研究是准备和其他地方更多生活的一些地方계속 배겨와 함께 어와 저도 하게 상고 제시라고 어와 요즘 세계가 되지